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顶礼拜咱的节目，带大家看到这3个月大的气脆的宝宝小兔子，跨过200多公里的距离，为花莲到台北就医治疗。也毋过因为小兔子的体重上轻，敢若4.9公斤，为着要让手术会当顺利来进行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陈国定医师的团队为宝宝来展开一场10天增加体重的计划。这个鼻仔甲喙唇的重建手术，医师团队是安怎克服着困难，替囡仔来修复着外表的缺陷呢？小兔子的奇幻旅程，华视的记者伫手术室专程来记录。11号，小双哥。 它是一个完全性的唇腭裂嘛，从鼻孔以下一直到上颚，整个是裂开来的。我们需要去把鼻孔的下方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。谢谢。然后有人会讲说，为什么不早点发现，然后就是不要生卡的意思这样。啊，就没办法，就是生命，然后如果拿掉也是很可怜的。妈妈进来了。 好，等一下越来越紧，刚刚已经在偷偷张开眼睛了。不哭。小倩医师。今天做的手术是双侧唇修复，3个半小时，10 cc。 2019年11月7日，气脆的手结进行了人生中头一摆手术，鼻仔甲喙唇的中间。大干沟，11号。好，开始了。手术时间3点半钟的等待，这是手结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以感化到个别外人眼中所谓无完美的外表，改变家己的命运。手术的过程呢，我们需要去把鼻孔下方的组织 重新建立起来，我们叫鼻底重建，做出一个新的鼻孔出来。两边我们叫侧唇，肌肉通通都把它剥离松之后，我们在中间把肌肉缝合在一起。其实手结我都成功入到手术室，是医学团队经过16天的打拼。然后鼻子要撑进去，鼻子不可以在外面，就是这个深度，对。不需要吧？ 手结出事3个多月是一个早产儿，10月中，陈国定医师到花莲访视，发现伊敢若4公斤半，无达到气脆囡仔头一期鼻仔甲喙唇修复手术上低标准。手术前，医疗团队面临上大的挑战，就是爱加笑大箍，经过10天的增加体重计划，目标是向6公斤逼近，手结敢法度达到标准。 其实他每天每公斤需要的热量比一般正常的孩子要来得多，可是他就已经有这个会造成吸奶困难的问题，你要他吃的比一般没有这个问题的孩子还要多，其实是有点困难的。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增加他的奶的浓度。手结来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，带入新生儿加护病房隔离饲奶。伫24小时的照顾下，伊改啉高热量的早产儿配方奶。 这是今天大夜就吃了第4罐了吧？医生护士做老爸老母，一天都要甲饲8顿，替补足营养。果然，手结的体重是一天一天增加。319。 唇腭裂的孩子，他在吸奶的时候就会吞入更多的空气，造成胃胀。因为都是气嘛，所以他一餐能吃的奶量就会受到限制。少量多餐，他比较能够克服这件事情，吃到他足够的奶量。护理人员照顾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？困难倒是没有，只是说要让他适应奶量，小朋友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了。那在要手术前每分每秒拢爱掌握手结的身体状况，不过一关过了后，要另外一难题。医疗团队发现讲，这个手结喙唇甲鼻仔矫正并不理想，因都要重新调整气棒。这里不够，要顺一下。对。
哟，你好棒哦，好乖好乖哟。左侧，好，阿姨帮你调。阿姨要先拿下来哦，先借我一下哦。好的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所以好抱抱哦。妈咪抱抱吗？哎呀，有变胖哈？有，胖很多，胖很多。为了趁钱饲家照顾囡仔，小吉的老爸老母无法度陪这个囡仔就目就医。不过手术的前一天，小吉的老母带着满满的思念，总算到北医见到囡仔。还真的还蛮不错。还跟你笑，他今天在笑，一直笑，知道人家在拍他。明天哈就要手术了嘛哈，那体重目前还不错，走到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已经增加700公克，700公克很不错了啦。那今天一天大概好一点再来个100，差一点他每天大概有30公克。他是否能去克服那一些，我们也是很担心。医生是跟我这样讲，他说前面先辛苦，后面就比较不会了啦，3次后就正常了。都很紧张，弟那么小就进去，凯姐加油哎，哥哥姐姐他们在等你哦。13步，大干沟。原得到家属甲医方的同意，做好万全的防护入去手术室，记录小吉的手术过程。小吉是双边的气喙，甲高边气喙比较起来，手术更较复杂，更较大。手术台顶小小身躯，面对的是真大的考验，承担着亲人的希望。勇敢的小吉伫手术室内面打拼奋斗。今天对小兔子来说是重要的一天，它正在进行第一次的手术，也就是唇鼻修复手术，时间预计在3个半到4个小时内完成，而现在已经进行到第2个小时。因为还小，这样开我们会怕。对，而且我们不要紧张，要说相信他。我大概顺利的哈。好。就像昨天跟你讲的，我们大概做出来的样子，这边会收得很窄，所以你看起来说他鼻子会有点这个样子，比较大空，不要往这边要特别拉得窄，因为它一定还会再变宽，所有唇线啦，那个都要都这个地方都要做得不错。非常期待让爸爸他们看到他最帅气的一面。妈妈进来了。现在还蛮忙的。他等一下会越来越行，刚刚已经在偷偷张开眼睛了。哦。好。跟凯姐看起来怎么样？有啊，比较好看一些。以后变帅哥哦。对呀，这样爸爸要是不会担心了。经过3点半钟的手术，医疗团队成功替小吉修理面，这嘛是一场爱的工程。这种双侧裂的宝宝，他开始的时候鼻孔都很宽很扁，那你要做成接近自然的鼻孔的时候，你2边鼻孔要收得够窄。凯杰他的手术会有点困难，是因为他前面那块骨头前颚太凸了一点点，那所以肌肉要缝合过来的张力是蛮大的。这还算很好，我们达成了我们希望的目标。那我们再把它做出一个我们叫唇弓，它的2条疤痕就是它的新的人中的位置。气喙是上爱接看到的先天颜面的缺陷，随着小组化甲3检等等人为介入，台湾气喙的囡仔几率为500%下降到800%。2019年，台湾177000名新生儿中，有280个囡仔都是气喙的囡仔。真个家庭拢遭遇过小吉的老爸老母捌经过折磨。像小吉这款案例，伫个喙唇片啊修理好，中间外观了后，9个月到渡节之间，爱过手术顶龛，第3摆手术是牙椎中间。我希望的是给他老眼开了，然后后路他们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他们的事情就是说，现在跟他爸爸当年手术的情况已经是不一样了。那我们最近几年在努力的事情就是说，要让我们的1期的手术结果推到极致，要让我们的2期手术的比例尽量的降低。
他上颚是影响他讲话，所以我们评估结果的好坏是看他讲话的清楚不清楚。那在我年轻的时候，30%重开率，后来慢慢降到20%，降到10%几，目前是5%。那5%在全世界是前段班，就是第1名的水平。陈国鼎医师尽力予台湾每一位气嘴的囡仔，拢会使得到平等的照顾，因为气嘴相关的医疗资源拢集中伫南北部，所以讲伊行出都市，深入偏乡，希望讲会使改善城乡的医疗落差。这一年来，已经守护几万名气嘴的囡仔大汉。科技有比较好，我们知道如何去照顾，怎么用，因为医院也有人教我们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就变成说我们又有一种信心了。门诺一直要邀我去3巡啊，那只是我现在还没时间。那我也很想哪一天跟他们去3巡。我绝对相信，在台湾的这些山区里面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出一些唇腭裂没有受到治疗的小朋友。是跟脸垂直的方向进去，我们鼻孔是这个方向，不是这个方向，然后就把它转直，然后你用手转，然后就这样就进去了。拆线完了之后，伤口好了就要疤痕，疤痕照顾的一些方式，他的鼻子还需要一个细胶的一个鼻膜去撑住它，才可以维持我们做的形状。这整个照顾过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。面的缺陷并不是无度改变，利用医疗会使让手结重新有笑容。手结的老爸老母，嘛会使卸下自责甲悲伤，陪伴囡仔做伙大汉。这是温暖的医护，送予因上界珍贵的礼物。小杰会让我治疗到，我相信是跟他的一个缘分。到目前为止都做得很好，那后面的事情也希望妈妈继续密切跟我们的配合，我们才能够让小杰手术的成果能够跟正常人一样，能够过得正常的日子。全程记录，原看到无数的医护替气嘴囡仔甲家庭带来爱甲希望，嘛好医疗能量袂输政治迄一般向外扩散。小兔子的机缘旅程也未结束，未来依然有一个难关爱过，希望伊会使克服困难，平安健康的大汉。收结闪耀精彩人生，只还没开始。我也没有养很多了，反正让他快乐就好了。他会平安就好了，平安长大就好了。弄到他在哭的时候啊，这上面会变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可以进去到这么多，不止一半。”那如果一条贴上去。